助理，互阮会当有分伫助理的稳定的中间，特别是即个助理，主管为着北区大学时光纪念助理，阮献上阮的学师。主要就是阮透过歌声，是讲透过阮的抒情词类，是讲阮的领唱，主阮拢要互阮的兄弟姊妹会当搁较来认捌你，知影讲助理是个好的旨意。主若要我靠信心做工，就好参像今仔日规日，伊是我靠信心来做助理的工，传助理的大好消息一样。主管毋是讲我靠我家己的气力，阮乃是要顺服伫主理的引带中间，主荣耀主理的名。主阮若备办无够野个，恳求主理家己神帮助阮。若阮心抑阁有挂虑个，也求主理互阮即时就家心安静。主阮即时也要恭敬交托伫你的手中，将礼拜完全献上。阮安尼感谢祈祷恳求，拢是靠主耶稣基督圣之名。阿门。兄弟姊妹平安。讲平安，心内毋知真正有平安无？最近安尼摇甲吼，半暝啊困就会摇醒起来。不过咱若看整个世界历史，其实这拢是小可出来的代志尔吼。因为咱看过去遐久以来，真侪遮大的地动也好，总是。咱信主的，就是求主保守咱，伫危险、困苦的中间，犹原带领咱、固守咱。来，咱来串联圣诗73首，但愿感谢上帝。咱来吟第1节甲第3节，请。但愿感谢上帝，出声吟是对心。做行其代志，万民也以做欢喜。愿对舞台出世，依旧所行无离，应以无所忍耐。今日要得宽待第3节。我乐感谢一切归乎俾上帝，也归上加相信，地家快降临万民，三一仰望上帝，上苍变满天地。过去、现在、将来，永远我乐敬拜。咱过来看204首。我真爱讲这故事，咱永远熟悉的歌，咱来吟第1节甲第4节就好。我真爱讲这故事，吹点奥妙的事，论出极大的勇敢，以及伟大仁爱。我真爱讲这故事，因为我在世时。予我心安咸地上，也过芳菲的味。我真爱讲这故事，上天也讲这故事，永远是真的故事。少年听我的主第4节。我真爱讲这故事，虽然听到熟悉，犹原那要那嘴重
是纪念这故事，救出人爱无比。我真爱讲这故事，上天也讲这故事，永远是新的故事，少年听我的词。请咱闭眼心来礼拜。恁着感谢耶和华，求叫伊的名，伫万百姓的中间保养伊的所做，着按伊吟诗，按伊唱歌学乐，谈论伊一切奇妙的所行，着因为伊的圣名来夸口，找耶和华的人心内着欢喜。圣诗第73首，打碗感谢上帝。圣诗第73首，打碗感谢上帝。会众请起立。Amen.
你恩我上帝，上赞天马地地，归依现在将来，因我无路敬拜。阿门。咱犹原徛伫宣读使徒圣经，伫圣诗的头前面，请掀开斗阵，大声讲：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临来受苦。定时个死埋葬录音谱，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打坐全能的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国活，永远活命。阿门。会众请坐。启应文第19篇，伫圣经的后壁面，我来记你来。启应文第19篇，来啊，咱着往摇花唱歌，叫咱的石花出欢喜的声，咱着到伊的面前感谢伊，念诗歌伊出欢喜的声，因为摇花是大的上帝。是大的王，赢过拢总的上帝。地亲的所在伫伊的手中，山高的山尖也属于伊，洋海属于伊，是伊创造的。大地也是伊的手造成的。来啊，咱着鞠躬敬拜。为了伫创造咱的摇花的面前，因为伊是咱上帝。咱是伊有赐的百姓。是伊手的力量。今仔日，恁若听伊的声，就毋通迷恋的心。祈祷，请三角来祈祷。天父，阮感谢你，互阮伫你所设立的主日来到你的面头前敬拜你，互阮伫一个礼拜的起头亲近你，思想阮的行道敢有符合你所教示阮的。也赦免阮所犯一切罪恶，愿望伫新的一个礼拜有新的气象。无论伫个人、家庭、学校，还是做工的所在，拢有圣神甲阮三角伫地，帮助阮随时活出基督徒的香味，会带来荣耀上帝的名。今仔日也是大专事工奉献主日，当长老教会大学生伫外地读册当时，也需要有牧者来引带即个年纪的大学生来受造就。伫大专团契4年中间，伫一人的信仰的过程是非常要紧的时阵。若是因无继续伫信仰面顶得到造就，因可能真紧就离开基督信仰，出社会了后，嘛无可能继续伫教会聚会。因为娱乐、引诱甲试探，伫今仔日的网络世代实在真济真复杂。阮需要大专事工，继续来牧养即群老实伫外地的大学生，也盼望教会会当伸出援手，对大专事工来有更多的带导甲支持。阮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好了。咱请圣歌队，今仔日要引的诗歌是向前行。
咱着将好消息报人知，让全世界报用主会听。感谢主。圣经记载伫《使徒行传》8章26节到40节，有写伫周报的上后一面，我来读。26节，主的天使对腓利讲：起来，对南西去，到对耶路撒冷落去加沙的路，遐就是旷野。就起来，拄当有一个埃及俄别人，就是埃及俄别女王甘大基有权的太监。总管伊的运库，伊已经到耶路撒冷敬拜，倒转来坐伫车里，伫咧读先知以赛亚的册。圣神甲腓利讲，正前去滚我迄张车。腓利就行去就近伊，听见伊咧读先知以赛亚的册，就讲：你所读的，你会明白吗？伊讲：无人指示我，太苦的，就请腓利上车3角坐。所读的圣经就是这段，伊互人牵，亲像羊到受杀的所在。伊无开喙，亲像羊仔对剪毛的无出声。伊卑微的时，受无公义的审判。伊的世代是治罪来传续，因为伊的活命对地上受夺去。太监腓利讲：请问先知讲这个话是指什么人？是指本身？也是别人啊，腓利就开喙对这个圣经去，用耶稣传予伊。行路的时，到有水的位，太监讲：你看，这有水，我受洗礼有啥物阻碍？就吩咐停车。腓利甲太监两人落水，腓利就甲伊行洗礼。对水里起来的时，主的神带腓利去，太监无阁看见伊，因为做伊上路。也真欢喜。后来腓利伫亚索多互人拄着，就便行这的城，传福音，直到该撒利亚。正道，请林英昌牧师，今仔日的题目是“互耶稣传福音”。大家平安。咱同心来祈祷。阮的主，阮的上帝，阮感谢你，拣选阮，诚做你的囝儿女。信心也感动阮，互阮会当明白你，也轻调主你大好的福音的消息。主，即时阮也要听你的话，求主你的神帮助阮，互阮会当明白主你的话语。阮来感恩祈祷恳求，拢是靠主耶稣基督圣主名，阿免。我是第一代的基督徒，然后当我去读新行的时阵，咱知咱长老教会车牌传道书车牌制度就是抽签嘛，对吧？吼。
啊，总是伫抽签之外，阁有其他的可能性吼。比如讲，咱即几年有即个团队复赛，啊，所以讲就是讲，会当派去，已经有牧师的教会伫遐做团队的复赛吼，毋是讲家己去牧会吼。啊，阁有就是机构吼，啊，所以即马要毕业的新学生，因拢会想讲，爱去思考讲，我是要申请看有机构无，吼，或者是讲有团队的复赛无，吼，也是讲无想遮的，可能就是去的时阵抽签看倒一个中会有需要，就派去迄个中会，然后甲分派教会。因为我是第一代基督徒，我其实无读正式的大学啦，吼，我高中的时阵我就去学水电吼，所以伫去读新学的时阵。进前我是伫新学系修即个大学的学分，吼所以上8年新学系的课，吼伫遐就有熟悉咱的义节牧师吼，只是讲无解释，但是去家己好好了解，甲伊较熟吼。2016年迄年是阮毕业，伫迄年的过年进前，真特别吼，我有参加一个读册会，就是阮的学长吼，甲一寡同学，也是讲学弟仔。做伙去即个咱北中的兰雅教会去遐咧读册会哦，拜六下晡哦，拜五下晡也毋是拜六爱来实习，所以拜五下晡阮透早的课上完，阮拜五下晡就一个读册会吼，所以伫遐分享。因为伫要毕业吧，所以我咧想的就是讲到时阵毋知影抽签会抽去倒位。无拍算，就阮的有学长就甲我问讲。有一届我去参加读册会，阮学长就甲我问讲，伊讲英昌，你敢有想要去大专？我就想，啥物去大专？大专是啥物所在？因为我当有讲我无读过大学吼，所以我就嘛无清楚讲大专的复赛是啥物啊？谈到咱咧讲即个照明知识，伊是东海大专的中兴即个。中兴团契，因为读大学时阵中兴大学，中兴大学有中兴团契，所以伊有参加吼。我根本我都无吼，所以我嘛毋知讲大专是啥物吼。所以我就讲无我就是要抽签嘛吼。所以这是迄个时阵，阮的学长甲我讲的，甲我问。结果过站吼，过站了，阮另外一个，摊仔的学长是毕业的学长，已经伫咧复赛啊。结果咧，伫学校内底，阮另外一个学长甲我问讲。你有想要去大专无？第二个甲我问我想讲等下啥物情形？我根本就毋知影这是啥物单位因为我根本无接触过。所以我甲我问的时阵，我就想讲，这是啥物意思？那会第二个人甲我问所以我就开始囥咧心肝底想。但是我想讲，这个复赛我实在是完全无了解吼，嘛毋捌想过吼，嘛毋捌接触过，所以。就是囥咧心内想尔，结果佫有第三个人来甲我问，就是我尾去接伊的积分的迄个牧师吼，正伫即个北区大专台北大专学生中心咧复赛的牧师，因为阮嘛有做伙参加读册会，嘛有去有开台神修一门课吼，所以伫咧课程的中间，伊就甲我问讲，伊讲你有想要来大专复赛无？所以是第几个？第三个甲我问，我就真正开始就要开始认真思考因为这个我完全咧想的无共款吼。阮的同学嘛，到后壁想讲我哪会去申请大专对吧？伊个对啊，因拢无拍算，因感觉讲我真适合牧会大专拢是甲大学生做伙我毕业时阵是迄年是伫要40岁，比迄年是40岁，佫少年但是其实毋是像大学生遐少年，所以而且我嘛毋捌接触过即个大专的事工尾我就一直想就囥伫基督的中间，然后迄学期最后一学期我有一门课，迄门课爱有作业，就是讲你针对无共款的族群你爱去做研究。所以我甲我几个同学，阮就去研究大专事工我就研究咱长老教会，伊是研究即个校园传道会，嘛有研究即个校园团契。我知咱若对大专事工有了解，即几个拢是咧校做大专事工的对无？
所以阮着无共款的同学，阮着3、4个阮着分开去访问、访谈。访谈了，阮着做报告。伫遐才开始豆豆对大专事工有一仔了解。然后迄个牧师就甲我讲：无你安尼好啊啦，你即个最后一个学期吼，你若有想要了解，你先来参加大专的聚会。所以我着一礼拜我着去迄个大专伫台北东门教会吼，遐有一个科大团契，我着开始去参与因的聚会，算我先知影到底因聚会咧做啥物。最后毕业的时阵，我着申请进前，我着申请即个大专的学士吼。所以迄毋是讲你申请就会使去啦。吼，譬如讲我去届毕业，南神甲台神吼，甲我拢总3个人去申请即个积分吼。所以爱面谈，面谈煞了，到有做选择，吼，就是3个要处几个，3个处一个。最后伫分派迄天，因为迄年的签无够多，毕业生较多，签较少，所以意思就是讲，阮伫公布进前，伊就讲啊吼，讲你若是来大专申请无过，算讲若毋是你就无签通抽啊啦。有时阵咱就爱搁等1年，等等吼。我就想讲到遮来啊，若上帝意思就是会我伊家己引出对无？另外2个嘛真紧张啦吼，但是另外2个是大专中青团契毕业生，所以我咧想讲吼，可能因较有机会，因为因有经验嘛，我完全无经验。结果公布落去了是派我去，另外迄2个面拢落落来，因为因无想到讲家己无这个机会吼，我是无想到讲伫即2个有大专中青团契经验的人，因竟然无受派去遐，结果是我派去，所以我就开始接受即个事工吼。然后无拍算，我离开大专了，我有甲即个咱的技术分享吼，甲我讲，因为我伫大专学士时阵，我毕业迄年，阮团队长生双生囝。你知影大专吼，差不多拢暗时11点外到厝，有时阵12点吼，因为迄大学生拢足爱讲的啊。讲到10点外搁咧讲，我带会量，因为阮伫带会量帮阮顾囡仔。我著爱对政大、对文山、对景美、对台北，搁驶车转去，所以拢爱差不多几点钟吼。所以大概转去拢11点外上早，有时12点外，转去搁爱甲学生伫遐咧messenger，较早较毋免安尼，即摆拢爱啊，也是赖，拢爱搁甲因。有啥物问题，头仔无讲完的，即摆搁要继续甲你讲，所以有时你拢爱到半暝才会使休困。到我要访问迄年，阮搁要生一个吼，所以就2个加一个就要第3个，所以我想讲安尼可能毋是头路，因为牧师娘若搁安尼落去，可能会起笑，因为一个要带3个，暗时我逐暗拢无伫厝啊。然后姊妹安尼敢袂？要无啦？袂啊。真正，你挡袂牢迄囡仔咧撸，你真正无法度，一个人你免顾3个，是毋是？所以我全离开大专学士，我就开始找教会吼。找教会了就无拍算，我就去华冈教会，真正无拍算的。我咧找教会时阵，我拢无想到华冈教会，因为我即个教会我嘛拢无熟悉。结果咧，我就问阮的牧师吼，迄个学校的牧师，伊讲，我甲问其他间啦。其他的教会，伊讲无你要去华冈教会去遐讲道熟悉一下无？我讲好啊，或者要找教会，你就无特别想讲要去倒嘛吼。结果去迄天去讲道煞，伊讲无你拜3来讲咧，已经2年外无牧师啊，伊讲无你拜3来讲。结果迄拜3暗时就决定啊，前下拢无接受，去讲道一届拜3叫我讲好啊，你若看好阮嘛感觉好，你就来安尼。5月敢算过。7月底离开大专，就8月去赴任甲即马，第5年。然后我去华冈教会了后，伫中会内面就是去即个校园事工部，甲咱以前牧师较早共一个部会，尾也全伫遐做部员，搁做北区大专事工委员，然后搁做部长。即5年来，咱北中的5年拢伫北区大专事工委员会内底。我要讲啥物？我要讲的意思是讲，上帝的神
那叫你去，你敢有通好走？我想讲，就离开大专啊，结果来咱中会，搁伫派我做部员，派我做部员了后，搁叫我做部长。我等于无离开大专啊，我哪有离开？啊！你问咱义节牧师甲知美牧师的，我前下做部长，我邀请咱知美牧师做部骹，甲我做伙伫遐咧服侍。今仔咱的经文中间讲啥物？主的天使对腓力讲起来，对南市去，到对耶路撒冷落去加萨的路。你知影这是啥物背景的下面无？第八章，咱知影讲这是一个真要紧的一章，因为咱知影使徒行传伫第1章第8节，伫第1章的所在已经有讲啊。主耶稣甲门徒讲，恁着听候信心降临，然后恁爱对耶路撒冷、遍犹太、撒玛利亚去到伫地极传福音，对无？是毋是？咱讲使徒行传是圣神行传，然后咱看见伫第8章即个所在，一开始伊记载讲，当第7章使徒犯去互迫害了后，才会门徒四散，开始往往耶路撒冷以外的所在去。这是圣神咧催逼，圣神咧做工。腓力伊离开耶路撒冷了后，你来看对第8章头前，伊去倒位传福音？去撒玛利亚。所以是毋是符合谈到咱咧讲的？你着对耶路撒冷、撒玛利亚、遍犹太，然后去甲地极传福音，对无？所以咱来看即章的时阵，你爱去体会着讲，使徒行传的作者伊咧描写的是上帝的行动，然后对头前甲25节是腓力伫撒玛利亚传福音，然后传了真成功啊！伫遐做甲足好诶啊！咱建成教会邀请知美牧师甲义节牧师来咱遮服侍，甲咱兄弟姊妹服侍了真好势，甲咱的同工嘛服侍了真好势。伫遮伊若有别个教会来邀请伊嘛无爱，但是腓力伫撒玛利亚传了福音传了好好啊，真侪人信啊。咱今日信神，即个26节讲主的天使对腓力讲起来，对南市去。咱有一个概念，撒玛利亚是伫耶路撒冷的北边，然后南市就是伫耶路撒冷的南边。所以意思是讲，若是主的有天使对义节牧师讲，来，你去台南，伊即摆伫北部，用你对台南，哇，真考虑的啊喏！我伫遮着好势好势啊，敢毋是？啊，服侍嘛无啥物问题，甲同工拢真好啊。啊，哪会向叫我去台南啊？义节牧师，你要去无？我毋是真正要叫伊去台南，你免紧张啊！我意思是讲，就是即个情形啦。伫遐做工做了好好，然后主的天使对腓力讲起来，对南市去。所以伊爱对北边去，甲伫南边往南，然后搁往西。这真无合理啊！就敢讲，咱伫遮服侍好好，向叫你去别位。而且伫即个所在有侪人信主，咱今日看即个经文中间，甲往啥物人传福音？往一个人传福音嘛？往太监传福音嘛？本来你伫遐服侍侪人，结果圣神来讲主的天使，因为主的天使甲圣神甲上帝，这伫迄个时阵是无遐尔清楚分别的，也就是讲上帝感动你，讲叫你去。咱伫建成好好，啊，讲叫伊去下港的一个所在，啊，迄个庄脚的所在，啊，然后遐敢若无啥物人啊，要去无？那我做你要去无？无爱去，有人摇头讲无爱去，对啊，真无合理啊。腓力有去无？腓力有去。
所以我谈到为什么我要讲我受派的经验，以及我到位服侍了的经验。上帝有叫我离开大专事工无？无咧。我好惨就是离开机构，结果真做委员，真做关心、真做帮赞的人，伫即5年的中间。所以今日是北区大专事工纪念主日。我较早伫大专服侍时阵，一年爱走20几间教会募款，我有4个同工，无走袂完的，就爱请教会募遮斗3工。因为阮服侍的对象是学生，学生有钱无？有钱无啦？无钱啊！即摆有学生都排学贷对无？对啊。迄天我看到世新大学的新闻，讲宿舍贵到要惊倒人，学生要住宿舍开几多万箍。毋知影足有钱的，才有通入去住，讲我做学店啊。所以学生有诶真侪已经排学贷啊，伊搁爱去拍工，才有钱通好过生活。即摆学生真侪作业，真侪活动爱参加，无伊诶一寡报告做袂出来。即摆拢流行讲爱团体做报告，较早是你个人作业写会出来就会使交差啊，对无？即摆拢毋是，即摆拢爱团队。小组落去做报告，所以大学生的生活甲即马甲较早比起来是完全无共款。我顶礼拜三去即个台团契分享，像较早即个赵明执事伊伫中兴大学读册时阵，应该无像即马遮精彩啊！即马学生啊足精彩对无？较早因就较单纯，就去乖乖去教会，然后该团契去就去团契，较无遐济有益。较无遐济外务，是毋是？即摆大学生无共款。咱的投资伫倒落？咱若要叫人来看，这拢不符合什么 CP 值啊？对吧？咱定咧，这事工的确是无有出无入的啦。但是敢是安尼看，就感觉今仔日主的天使对菲利讲：你去往南市去，然后往旷野去，伫旷野的路顶面也无人啊，叫我伫即个荒郊野外要创啥，对无？然后拄着一只马车，即个马车顶面坐一个太监，即个太监是拄对耶路撒冷要转去埃及俄别，咱咧个即摆讲伊索比亚。非洲的所在，伊是一个大官，但是伊是一个太监，伊是一个外邦人。伫旧约中间，咱也真清楚知影，外邦人也好，也是讲太监也好，会当真正真做犹太人无？无法度啦，无受接纳啦。申命记23章第1节讲啥物？申命记23章。第1节的所在讲，既若即个外身受伤的，也是受淹挂的，毋通入耶和华的会啊。申命记23章第1节。所以这个太监伊是一个阉人对无？伊会使入去耶和华的会袂？有的外邦人若受割礼，佫会使对无？伊有法度割无？我已经拢规个拢割了了啊。所以伊袂当入耶和华的会啊，但是伊是一个敬虔人，伊知影耶和华上帝，伊去耶路撒冷，你知影这是一个真费工的代志，毋是像咱即马机票买咱就去呢，毋是呢。但是伊有钱啊，所以较无要紧啊。即个旅行对伊来讲，伊有法度负担嘛。但是伊也有心对无？伊也有想要超找耶和华上帝。所以当即个太监伊坐伫马车顶面，伊咧读以赛亚的册。迄时阵要买一本即个以赛亚先知的册，迄是爱真开钱的啊。咱知影15世纪进前，宗教改革进前，咱才会信徒我都家己读圣经无？无啊，对无？迄是米啊印刷出来了，才安那，才开始伫新教内底才有法度去翻译圣经呢。伫天主教无呢，伫旧教内底无呢。旧教是甲顶世纪甲开放呢，
无拢读什么拉丁文的对无？哦，咱爱了解这历史。所以对伫即个太监来讲，伊有心想要明白上帝，然后即个腓力甲讲：啊，你读的你敢知影？你会明白无？你所读的你会明白无？我最近一个感受真深啦。我甲我的兄弟姊妹问讲，我兄弟姊妹问题真多啊，咱问题有真多袂？我讲，咱来教会要创啥物？各位兄弟姊妹，你逐礼拜来教会要创啥物？感谢主吼，敬拜上帝。咱用偌济时间来明白上帝，一礼拜咱用偌济时间来明白上帝。我顶礼拜中级训练，伫阮教会中级训练，我问我的中级同工讲，恁一礼拜开偌济时间来明白上帝？你为倒位明白上帝？为倒位？对圣经好，对圣经真好。啊，你开偌济时间读圣经？我讲你扪心自问。传道者一定爱开时间读圣经，为虾米？像我要讲道，我敢会使后袂甲你讲，会使袂？袂使。我要带查经祈祷会，我会使后袂讲袂？我会当共一段圣经，然后我拜三用，礼拜佫用。大部分拢无共款啊。我一礼拜爱读圣经，读3、4段无共款的圣经。但是今仔日做一个牧师，做一个传教者，如果我只是为了服侍来读圣经，我是想讲啊，我讲道要安怎讲了较好，大家较意爱听。我无一定明白上帝，听好无？更何况咱的兄弟姊妹，有诶一礼拜来，甲听一解讲道尔，转去圣经暗捌咧摸啊，敢毋是？伊拢伫遐困甲足好势啊！所以你免明白上帝，你著来教会明白上帝，因为咱讲教会就是上帝伫地上的代表嘛，对无？啊！你对教会明白上帝是好也无好，本来应该是好，但是有可能常常咱会跋倒有无？为什么？因为咱著看到迄个同工，也是迄个牧师，也是讲迄个人，伊又搁安怎又搁安怎，对无？会袂啦？所以你来教会，你著有时啊，你会感觉足烦的，对无？啊，迄个人搁安尼啊，迄个人搁安尼啊。但咱了解，人就是有罪软弱的，所以我要问的是讲，咱所读的，咱明白无？其实真好的明白，因为咱毋是犹太人，咱嘛毋是希腊人，所以新约圣经是希腊文，旧约圣经是希伯来文。啊，阮新来伊拢爱读这，读一学期了，阮就无人要读。真学伫读真艰苦，拢嫌老师啊！所以咱读的咱哪会明白？那连牧师都爱看遐尔啊侪注释册，看遐啊侪即个学者的研究，啊咱要明白圣经。所以咱的教会兄弟姊妹要对倒位明白圣经。如果你一礼拜只是来听道理听一摆，即摆有真侪教会，伫教会拢咧讲啥物道理？你要有信心，你爱祈祷，对无？是毋是？来教会你爱祈祷啊！啊，祈祷真好。我昨伫阮教会读册会，我甲我兄弟姊妹问讲，我讲一个家庭的中间，老爸老母、翁仔某，甲囝儿逝世的祈祷有共款无？可能两个想的就无共款啦，对无？啊，即两工统测就是讲。读职业学校的，要考大学的，考去大学的，爱考统测。爸母咧想要为囡仔祈祷的，甲囡仔家己想要读的学校有共款无？有共款无啦？会无拄共款哦。你莫想讲囡仔咧想的，甲你想的共款哦。我昨甲伊问讲，今仔日若假使讲咱基督徒所有的基督徒，咱拢祈祷咱的囡仔读医学，好毋好？啊，拢爱成就无？哎呀免。今仔日外口咧拜拜，做金妈祖生，咧拜拜嘛拢祈祷这啊，伊嘛拢咧拜这啊，毋是吗？
你甲想一个情形啦，全台湾的大学生拢去读，代拢去读医学好啊，有可能无？这是健康的代志吗？我讲祈祷要成就啥物？成就你所祈祷的，安尼你是上帝，毋是上帝是上帝，听我意思无？祈祷，翁仔某咧想的就无共款啊！我讲今仔日有足侪兄弟姊妹伫年老的时阵真衰懒、真艰苦、得癌症。我捌拄着教会的老姊妹讲啊，上帝若叫我去吼，我通平安去啊！啊，你去遐关怀时，伊甲你讲安尼，最有信心的对无？活过来，伊的后生囝儿查某囝讲啊，求上帝医治伊，互伊安那，互伊食饱哩啦。会安尼袂啦？啊，我问你啦，今日若是上帝要听啥个啦？上帝要听啥个？啊？你听我讲啥无？今仔日恁兜的想法就无共款啦。你定咧讲上帝拢无爱听我的，你袂感觉足好笑的吗？所以咱来教会，咱有啥咱的逻辑？你若来教会，你就像一个外教派的牧师，甚至有一寡长老教的牧师拢共款。咱今日咧教导讲祈祷，你要有信心。我甲你讲，有真侪兄弟姊妹病拢无好啦，要安怎？保罗嘛共款啦，毋是干那你共款啦。保罗有讲安怎？我3摆甲上帝求啥物？保罗有继续服侍无？今日上帝无甲你会病医好，你要继续服侍无？敢有影？感谢主啦！咱若来教会，你今仔日你的人捌错误，你所读的你有明白无？咱咧讲福音是啥物？福音毋是你来教会祈祷病得到医好，你会顺读到医学院，毋是安尼啦，这毋是福音啦。若是遮拜了无灵舍，你就去拜别个啊啦，敢毋是？这毋是福音，各位。福音是啥物？福音是咱信耶稣，咱已经得到的，就是主已经为咱牺牲性命，洗清咱的罪，然后伊有告我赢过这死亡的关系，你已经得到啊未？你得到啊未？啊，你咧求啥物？然后耶稣讲：你来跟缀我，你爱陪你。我来教会是要得到祝福的呢，我哪会要陪十字架？耶稣交代门徒讲啥物？讲恁着彼此相听。你有要去共探访无？拢叫牧师去就好啊啦。我开钱叫伊来创啥？是牧师着彼此相听，是咱着彼此相听？今仔日，咱的见证毋是定定伫遐做讲啊，我病得到医好啊。我较早生理失败，今仔即马上帝互我趁大钱，这叫做见证。有，这是见证。我无否认。你等于头前是非力医治的见证，无毋对。但是这毋是福音。福音是有一个上帝替咱死，咱已经得到。只要你信，对无？所以你信的是啥物？你的信心是啥物？你的信心毋是讲你爱去祈祷，然后你爱相信上帝会成全你的祈祷，这毋是信心啦。信心是你已经信耶稣完成这个救赎，这真困难相信的。我信这要创啥？耶稣死啊，又告我啊，对我有啥物好处？这个信有简单无？咱晓得恁兄弟姊妹，这个信有简单无？无啊，为什么？因为你会感觉讲对啊，伫遮我感觉对，但是伫心内你会感觉讲啊，我信这要创啥？我若来教会，我个来要相信这，啊，我的家庭也无变较好啊。有真侪外教派牧师，还是咱长老教牧师拢共款啊。伊伫咧鼓励奉献啊，伊伫咧鼓励做服侍啊，然后讲你会得到祝福满满啊。今仔日咱的教会兄弟姊妹，若是无得到祝福满满时，伊会开始摇伊袂？会袂啦？会啊！
我著奉献遐济啊，哪会？阮孙嘛是考安尼，迄间学校阁要倒啊？啊？咱到底信啥物？咱所读的咱有明白无？伫新约的福音书甲批信的中间，拢是信主的人拄着困难，然后才会作者，也是讲才会使徒写批甲因勉励，对无？是毋是？你若认真去读新约，就是这个情形哦。拢是写予教会对无？要鼓励教会兄弟姊妹，是毋是？因信主了有拄着困难无？有啊，所以伊爱写批甲伊解决问题对无？所以伊会先甲伊讲耶稣是啥？你爱继续即个相信，是毋是？希伯来书是毋是咧讲这？逐本批信拢咧讲这啦。所以毋是干那你会拄着问题，我嘛会拄着问题，初代教会温度嘛拄着问题，敢毋是？但是咱爱离开信仰也免，毋免，因为咱已经得到。然后咱爱做见证，所有的批信到最后拢交代啥物？交代咱爱彼此相听，对无？咱爱服侍，身躯比需要人爱也免，爱。所以来教会，毋是干那带人来祈祷，讲啊，你听阮的见证就好啊，毋是，乃是咱爱做见证，咱爱去听人，伫需要的所在服侍，敢毋是？耶稣讲，我来是要服侍人，还是受人服侍？伊呼召门徒讲三千要做大的时阵，耶稣讲啥物？伫上帝国毋是安尼哦，要做大爱安那？爱服侍人啊！这才是见证。你今日甲我讲你的见证是安尼，我感谢主啊！你今日甲我讲牧师，我你讲我病得到医好，我嘛是感谢主。但是我感觉讲，你甲我讲这，我要去甲人讲啥？我要甲迄个调感情还袂好，兄弟姊妹讲啥？讲你毋着看迄个人，你是有信心啊无？我要安尼甲讲的哦。这是福音吗？咱所读的咱无明白，这是以赛亚书53章第7节第8节。耶稣伊互人牵亲像羊受抬的所在，到羊受抬的所在，伊无开喙，亲像羊群对真门的讲无出声。伊卑微的时无受公义的审判，伊的世代是罪要传述，因为伊的活命对地上受夺去。太监问腓力讲：这是咧以赛亚咧讲伊家己，也是咧讲啥物啦？然后对遮开始，腓力甲伊用耶稣传互伊。咱咧传福音，咱咧传啥物福音？真侪教会，特别是人数增长的教会，拢真爱做即种，逐礼拜拢有见证啊，是毋是？恁若捌去参加过啊？2000几人的教会，因逐礼拜主日拢有人开做见证啊。你毋捌听到讲有一个人是讲，伊来信耶稣了，伫顶啊，你毋捌听过？然后伊的后生拢死去，伊阁信主，你毋捌听即种见证？阮教会有迄个老兄弟，3个4岁拢已经死，你妈2个80几岁。我讲这才是见证。啥物是见证？咱要见证啥物？伫咱的团契中间，你知影啥物人咧艰苦啊？你有去甲关心无？伫你的家庭中间，你有做见证无？亲像批信中间讲，做爸母的爱安那？爱拍囝对无？有安尼写无？做主人的爱立太路咧，有安尼写无？翁仔某爱互相尊重，而且互相冤家，倒一种？互相顺服，敢毋是？这是见证啊，敢毋是见证？所以是啥物见证？你病得到以后，你来做见证，毋是？恁翁仔某三号，你的家庭活出基督的款式，这是见证。咱若彼此相听，正人要对安尼知，咱是啥物？咱是基督学生，咱要传啥物福音？对你开心做起，毋是对你交基督开始。因为我通因讲啊，有可能你的基督甲恁某的基督就无共款。上帝要成就啥个？咱大家拢来做医生好啊，拢莫有人袂食的啦。
咱大家拢来做律师，但是咱有个祈祷莫破病，医生要创啥？夭死。咱毋拢精神错乱、人格分裂。咱到底信啥物？教会爱用啥物传互恁？用耶稣传互恁。耶稣是啥物款式？受苦的奴仆，敢毋是？咱要军队伊，咱爱压家己的十字架。其实咱无爱啦，讲较坦白，咱无爱啊。所以教会人会愈来愈少，因为咱无爱受苦。我要讲，今仔日你伫恁兜，你要听恁某，你有真艰苦无？有啦，因为伊咧想的甲你想的拢无共款啦。你听恁翁，你嘛真艰苦啦。我爱伊身体好，叫伊食药啊。阮某定咧甲我讲，你即摆骨头较疏松啊，你爱食一寡迄个钙片，我拢无啥想要食，伊讲要气死啊，是毋是？听有较简单吗？听简单也是困难。你听恁囝，你有听咁要牙讲无？有无啦？伊是顺服你，也是背离你？你法度甲伊好好讲无？真拼的啦！听是真困难的，各位。所以我昨甲我的兄弟姊妹们讲，是听较简单，还是你叫人来祈祷较简单？那你认讲叫人来祈祷较简单，因为我免付出啦，对无？牧师来你替伊祈祷，长老来你替伊祈祷，是毋是上紧？有影上紧啊！拢上帝的代志，拢无咱的代志啊！敢毋是？那安尼做基督徒真轻松啊！马甲人来台湾安尼传福音吼，伊免来啊。咱嘛袂明白耶稣，敢毋是？我看马甲日记，我逐工看马甲日记呢。去到倒拢去用拒绝，去用牵石头，伊有共款共医病无？有啊，这叫做见证。所以尾啊，即个太监有信主无？有，这是受接纳啦。逢拒绝的人受接纳。我头已经有讲啊，伫《申命记》中间23章1节，太监会使进入耶和华的会袂？袂使。但是当伊听到即个福音，伊知影耶稣已经为咱死，也为伊死了后，伊讲遮有水，我即马就来通来洗礼，敢毋通？为虾米袂使？因为安尼一个受拒绝的外邦人，甚至是太监，就进入耶稣上帝国度内底。这毋是福音无？这是啥？咱有甲遮需要的人徛做伙无？你爱知影咧，伫罗马帝国的时代，97%的人拢是受压迫的呢。福音是传互咱的呢。结果咱即马咧拒绝人，所以福音是啥物？咱爱想一下，咱所读的咱有明白无？一礼拜你开偌济时间读圣经，你读有无？还是你想的只是讲上帝咱拢无听我的祈祷，上帝拢无照我的意思行，安尼我信这要创啥？各位，你有确信你已经得到啊无？你若确信你已经得到上帝的拯救，你若确信你已经得到上帝永远我的愿望，那安尼伫你重病时阵，你需要惊遐免？哎呀免啦，其实毋免啦。我讲啊坦白的毋免啦，因为你知影讲，若上帝互我刷地上的路苦，我就是去上帝遐，然后主过来的时阵，我过我嘛。你惊啥？阮教会明仔载有姊妹要手术，我求的是伊有平安，甲伊三甲之地。咱要求啥物？咱来想看卖啊！所以对伫即个太监来讲，我头有讲过，这是非常无 CP 值的。本来用一群人传福音，然后用一个太监传福音，伫教会的传统咧传说讲，尾啊，即个太监转去甲非洲的所在，然后非洲遐开始。有基督徒的群体，是毋是对遮来？
今仔是北区大专曙光纪念主日，我讲我伫受上帝呼召，开始参与伫大专曙光，对完全无了解即个曙光，毋捌参与过，到现在继续，这是一个投资的曙光。但是咱真爱去看见伊的成果。不过伫咱教会中间有一个成果伫遮。我服侍的教会，伫我拄去时阵，无20岁到40岁的人，拢无伫教会啊。20岁到40岁拢无哦。伫即4年外中间，上帝有引带一寡少年人、青年人来阮教会。顶礼拜我甲小花讲，我要互因读一本册，因为因需要受到造就。感谢主，即摆有差不多几十个20岁到40岁，伫阮中间咧聚会。其中有几落个是中青的学生，因对大学时阵来台北读册，伫遐受到造就，然后留伫台北食头路，来找教会聚会。所以，啥物款的投资咱看无，但是咱会知影，这的确是信心的做工。就敢若今回力伊所经验到，就是主叫伊去倒位，伊就去倒位，对无？主讲你滚我去来买车，咱要去无？求信心帮助咱，咱已经得到上帝的疼。咱要分享的就是耶稣，这叫做传福音。你去关心人，这叫做见证。你遵守主的命令，你毋是要去甲讲，我病嘛好啊，你嘛爱共款，你毋是甲讲这。你去疼伊，你去陪伊，你去关心伊，伫伊需要的所在，你帮助伊，其实真困难。所以求上帝帮助咱，因为常常毋是咱有才调做遮个代志，咱当心来祈祷。主必天的上帝，阮感谢你，你拣选阮成做你的囝儿女。主，阮对圣经中间阮所看的，阮可能无明白，至到阮伫信仰中间有侪的犹豫，无清楚。至到阮看见教会中间有侪人软心倒退。主，阮已经得到，敢毋是？主，求你互阮明白即个道理。主，你爱阮学习你的款式，为主做见证。总是阮的信心无够，阮有阮人的软弱，恳求主你的神帮助阮，就好亲像伫圣经中间，你讲，当阮面对外邦人的君王咧审问的时，信心的帮助阮，互阮为主做见证。主，求你怜悯阮，求你互阮伫需要的所在看见。阮愿意付出，阮安尼感谢祈祷恳求，拢是靠主耶稣的名，阿免。多谢林牧师。我有一寡小故事要来回应，因为我本身嘛是大专曙光出来的学生，叫大家一寡时间。第一个故事的主角毋是我本人，我先讲一下。第一个故事是安尼，就是。当时阮的大专的辅导是即马公报社的社长彭南庭牧师。有一天暗时，伊就有人饲因兜的电铃饲，已经半暝啊，差不多12点嘛。这应该是辅导常常会拄到的代志。结果入来是开门就看到阮一个学弟伫遐咧哭。为什么要哭啊？因为伊甲别个团契这查某谈恋爱失恋啊，结果伊伫遐哭，哭好，只好互伊入来，就坐伫遐客厅伫遐咧哭。迄当时阮的牧师拄结婚就是牧师娘嘛看伊咧哭，就来甲安慰，甲安慰甲心事差不多好，安尼会使甲送转去伊的宿舍来住。看，已经天光天光想讲来困，袂使，今仔日早时要去教会请安。这就是一个大专
大专牧师定定会拄到的一个情况啦。所以林牧师今仔我知，真正是真辛苦。大专事工毋是一个真简单的代志，你要开足侪的时间来陪伴遮的大学生，而且你可能真正是无可能看到啥物成果。第二个故事是讲，在我毕业的迄当啊，拄好是92大地震的迄当。迄当时是开学第一天，开学第一天了后，因为地震嘛，所以学校嘛无可能运作。所以，阮所有的团契学生拢去住伫台中的大专事工学生中心遐。阮伫遐住了3、4天，然后我就转来台北。其实伫遐住3、4天的原因是根本无车会当转来台北。但是安尼故事毋是安尼就煞。然后，阮的辅导伊就组织一群学生。去到迄时阵南投的中寮教会，开始迄时阵就是拄好差不多一个礼拜了后，伊就开始伫遐伫中部的教会募集一寡物资了后，伊就送去中寮教会，比如水，还是一寡泡面，还是一寡食的物件，还是衫，还是伊就送到中寮教会。然后故事毋是安尼就结束啊，故事是讲，阮对开学开始，阮开始了每礼拜5暗时，就到中寮教会来教敢若主日学的工作，阮就开始伫遐咧做阮的学生的事工。然后阮差不多就是每拜5的暗时，差不多5点开集合，然后开车到中寮教会7点。然后差不多9点结束，然后阮阁开车转来台中安尼。安尼，阮对我毕业了后，继续做了差不多5天。这5天的时间，每礼拜5的暗时，阮的辅导拢爱开车差不多4点钟陪伴阮，送阮到中寮教会，然后教小朋友，然后阁开车送阮转来。安尼，持续5天的时间。望互这两个故事，互大家知影讲，大专事工毋是一个真简单的事工啊。虽然大家可能拢无接触嘛，无看到，但是需要大家带导甲奉献。好，回应圣诗204首，我真爱讲这故事。圣诗204首。我真爱讲这故事，会众请起立。我真爱讲这故事，记着无聊的事，论出天大的勇敢。我真爱讲这
上请坐。奉献，请长番的同工。会上请坐。公道的事项记载伫周报顶面。教会以上，成全正圣徒，万民皆祭司。第一点，愿咱的性命满有对圣神的智慧，无论得时抑是无得时，拢会讲将主的救恩甲基督的疼传互众人知。第二点，为着肢体调养的有陈金主、陈王兰、洪甘基、陈德明、刘秋敏、曾宝玉、陈丽水、刘淑珍、谢丽辉、吴义梅、杜昭、陈秀龙、林依诺、郭仁杰、林文成。福建的有刘惠忠、李碧玲、张王龙；甘正的有黄景如、李雅娜、陈怡君；考试的有陈新、余秋雨。第三点，为着403花莲大地震伤亡的民众，甲家属因的心灵会当得到平安，得到安慰。灾区重建会当免受地震的威胁。第四点，为着台湾甲世界的得胜者，会当降服伫上帝公义甲宽容，来敲吹和平共荣的社会。咱三个来祈祷。是真灵的平安，国国保守，台湾的大地当当灾区的中间，甲灾民的损失，甲身心灵的伤害，拢会当得到帮助。国国保守世界政治，真正当这个世界当和平，我哋的人民能活伫一个合作心的世界，主国国保守。
阮将一切所求所想献上伫你的面前，请你听阮有声无声的祈求，看顾保守身躯白听兄弟姊妹，也恳求你坚固阮所有的事工，求主看顾保守大专事工的发展，望大家来大岛来关心。即摆阮用主你所教示的祈祷文，齐声来祈祷讲：愿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过犯，亲像阮也有赦免过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去试，就救阮脱离迄个歹，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报告。澳洲的事工伫周报的头前面，请长官的同工来注意。我来读教会的消息。第一点，本主日是总会所定的大专事工奉献主日，阮感谢华冈教会林昌牧师的信息分享。几位牧师嘛受派到华冈教会交换讲台，请为着大专事工的需要来关心大道奉献。第二点，4月29号。礼拜2位牧师咧参加台北中会春节例会，马街牧师的宣教走带，地点是伫北投。第3点，5月7号拜2，英法主好厝边一日游，2位牧师要斗阵去。地点是伫绿舞日式主题园区，望主保守出入平安。第4点，5月26日。礼拜日下晡12点半，教育部举办全教会趣味竞赛，地点伫建成教街南场场。请大家来到1楼登记报名。第5点，112年的奉献证明已经备妥，请家己来摕。团结消息，第1点，本主日上午9点45分。停息团契聚会，主理是杨秀瑶老师，幸福讲堂。第2点，5月4号拜5到5月4号到5号拜6到拜日，停息团契甲妇女团契联合退休会，伊个牧师要三角行。地点是伫威尼斯温泉露营地。第3点，5月10号拜5上午10点，双年团契聚会，主理是义杰牧师。奉献明细若是错误，还是有漏交的，请按干事还是会计来纠正。上英圣诗第508首，天下万邦万国万民，圣诗508首，请起立。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听从、信心的相通，甲恁众人三角之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会众请坐。Yeah.
闭会，闭会了后，请到1楼交易。